講到產品選擇多元化呢，波仔認為美國天仙貝 Transparent Audio 敢認第二，睇怕呢個世界都冇邊個牌子夠膽認第一㗎啦。現時 Transparent Audio 咧總共提供10個線材系列俾消費者選擇，今次波仔就挑選咗其中一個深受發燒友歡迎，採用最新第6代製作技術生產嘅 Reference 系列，同大家介紹一下。全平衡架構設計，佢嘅導體同埋絕緣物料嘅使用量都比 RCA 版本多1倍嘅 Reference Balance 平衡信號線，選用精密繞製 OFHC 純銅導體，每條線身配備2組外殼由碳纖維合成物料製造，注入大量環氧樹脂嘅模組，而每份模組都配備咗可以依據唔同長度進行客製化微調嘅網絡，協助化解外來諧振對線身所構成嘅任何干擾。隸屬 Transparent Audio 鑑賞家系列嘅 Reference Speaker 喇叭線，最大特色就係線身設有外殼由碳纖維合成物料生產，可以抵消外來諧振嘅大型模組。大家見到呢件模組嘅底部除咗設有可以調校嘅釘腳，入面亦都收藏咗廠方引以為傲嘅獨門校聲網絡。佢最強嘅地方就係可以令到電容、電感同埋電阻值都可以保持喺恒定嘅水平。至於 Reference 喇叭線亦都備有香蕉型同埋重量級 Y 型接駁端子，係可以俾大家訂購嘅。備受兩聲道同埋影音玩家追捧嘅 Reference Power 電源線係採用3芯式設計，所有導體屬於 Transparent Audio 特別訂購，結構極為緊湊嘅 OFHC 多股式純銅製品，配合經過人手打磨同埋鍍金加工處理嘅接駁插座，締造源源不絕嘅能量供應。Reference Power 電源線嘅線身裝有一組可以根據長度進行客製化微調，收藏響碳纖維模組入面嘅校聲網絡，化解外來諧振干擾。最後同大家介紹一下紅色線身嘅 Transparent Audio Reference 系列數碼線，佢選用經過拋光處理嘅單支 OFHC 純銅導體，2組純銅屏蔽結構，採用聚酯薄膜塗層膜進行分隔，加上鐵氟龍同埋超靜音強化發泡棉所構成嘅電解絕緣層，全面提升阻抗穩定性。Reference 系列數碼線將會提供75同埋110版本可供大家選購，既適合傳送數碼信號，亦可以配合外置式時鐘產生器使用。如果大家對波仔今次介紹嘅 Transparent Audio Reference 系列線材產品有興趣，歡迎親臨尖沙咀 Hi-Fi Gallery 影音科技參觀選購。多謝大家支持，下次見。